中东的战争影响到全世界股市，今仔日的亚股总值日经指数收盘落2000点，韩国股市也收盘落12.06%，有史以来一日涨上济。咱若讲到台股今仔日是开价走价，买场也大落1494点。即咱的经济部的处长吴清华已经出声了，强调有必要时阵无排除召开临时会，国安基金也有伫咧注意国内外的政策变化。中东战火无停，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悬，台股延续盘势，随时大盘开价行价，收盘32828点，大盘1490点，是今年上大盘点，又是史上第三大盘点。电子宽达股台积电收盘标出9757张赔单，股价报到今仔日上价点，收伫1865块，一天盘70块，是个别股票史上第三惨的纪录。那外资其实昨天呢卖超了947亿啊，新春开红盘之后呢，这个外资在台指期的净空单的部位，到昨天为止也增加了大概差不多有13000多口，减码的这个迹象是非常的明显。回看台股收盘上大盘点，2005年4月初7，美国宣布对顶关税，引起市场行盘2065点，创台股上大盘点。第二大盘点是2024年8月初5，日元急升，还有美国经济放慢的疑虑升悬，引起全世界脱离交易变仓。大盘1807点，3月初4盘1494点，是排史上第三大盘点。另外，亚洲股市也全部收黑，日经平均指数收盘超过2000点，盘了55000。韩国综合国际指数开盘了后就随触发用长机制，中场盘698点，812.06%，创史上上大单日盘爆。前一波的低点来到31000多点嘛，那个是年前的一个洗盘的一个低点。这个位置没有破的话，我觉得市场上有没有比较明显的恐慌，事情尽快进入谈判桌的可能性还是相对高。第五大盘，投资人就咧关心国安基金是不是搁再立场护盘。财政部讲，各股市正伫咧回正各界意见进行评估。财政部处长吴清华讲，国安基金已经退场，昨晚也搁伫咧进行退场的程序。若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或者是失速的情形，无排除提前召开临时委员会。未来地缘政治风险升高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等不确定因素，抑制了全球经贸成长动能。但是人工智慧、高效能运算以及云端资料服务、新兴科技应用商机持续发酵，各国积极投资 AI 基础建设。虽然地缘政治风险升悬，不过台湾的基本面好。经济部公布今年一月外销订单金额769.1亿美金，创历年单月新高，年增率超过60%。资讯通讯产品因为人工智慧应用扩大，接单成长，金额有251.5亿美金，年增加102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